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后书第7章。亲爱的朋友，既然咱得到这个应允，咱就洁净家己，除去一切互身躯甲心灵拍拉散的事，敬畏上帝，互生活完全圣化。恁着用宽大的心对待阮，阮毋捌欺亏人，毋捌害人对落，毋捌骗人。我安尼讲，毋是要甲恁谴责。我以前捌讲，阮真疼恁，愿意甲恁同死同活。我真信任恁，用恁做夸口。我充满安慰，伫阮一切的患难中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阮到马其顿以后，身躯无通休困，反正逐项代志拢拄着困难，外面有纷争，内面有惊吓。毋过，安慰失志的人的上帝有册摕倒来，互阮得到安慰。毋但因为伊有来，阁因为伊有讲起恁安怎甲伊鼓励的代志，伊有甲阮讲起恁爱见我，恁的心艰苦，甲恁对我的热情，互我搁较欢喜。我前迄张被互恁心艰苦，我无后悔。虽然知影迄张被有互恁一时心艰苦，我捌后悔。总是现在我真欢喜，毋是因为恁心艰苦，是因为恁的艰苦心有得到恁悔改。上帝有善用恁的艰苦心，所以阮所做对恁无伤害。因为上帝善用恁的艰苦心来互恁悔改，通得到救，阮就无啥物通后悔。毋过俗世的艰苦心会互人抵到死。恁看，上帝遐尼贤善用恁的艰苦心，才互恁遐尼迫切辨明家己的清白，安尼愤慨，遐尼有敬爱心，遐尼有期待，遐尼热情，遐尼激烈谴责不法，伫逐项代志，恁已经有证明家己的清白。所以，虽然我有写迄张被，毋过毋是为着迄个甲人吃亏，也是迄个受人吃亏的人，是要对恁表明恁伫上帝面前对阮的热情有偌深。因为安尼，阮有得到安慰。阮毋但得到安慰，嘛因为看到摕倒的欢喜，搁较欢喜。因为伊的心有对恁大家得到激励。我捌对伊褒奖恁，恁无互我漏气。我逐项代志拢对恁讲实在话。我对摕倒褒奖恁的话嘛是实在。所以，伊想起恁大家安怎顺服伊，恭恭敬敬甲伊接待，伊对恁的疼心就哪深。我非常欢喜，因为我会当完全信任恁。